大家好啊，又係師傅我啊。今集咧同大家講下咧感情問題，因為其實好多朋友仔咧就私信我，就問我，師傅啊，如果我想喺嗰個嘅手提電話號碼裡面嘅睇到感情嘅，可以點樣睇啊？咁好啦，今集同大家分享下咧9天奇門數字能量學嘅話，喺呢個數字裡面，手提號碼裡面點樣睇到咧你而家嗰個感情狀態？或者你身邊朋友個感情狀態可以點睇呢？好簡單嘅啫，將你嘅電話號碼最尾嗰2個數目字，分別以下落嚟，自己寫低佢咯。首先，如果你發現你朋友咧，唔好話自己啦，你朋友個手提電話號碼最尾嗰2個數字係2同7，或者調翻轉7同2，第一個組合。第二個組合就係話你朋友嘅手提電話號碼最尾嗰2個數目字係3同8，或者8同3。第三個組合咯，就係咩呢？4同9，或者9同4啦。第四個組合係乜嘢啊？5同0，或者0、5。仲有個組合嘅就係1同6啦，或者6同1。好啦。大家留意下，如果身邊有朋友佢嗰個嘅手提電話號碼最尾2個數字係正我講嗰個組合嚟嘅話咧，好多時咧佢比較容易同身邊嗰個咧唔拗言啊，好多時可能容易有少少嘅拗撬啊，同嗌交，感情咧就麻麻地嘅。自己睇下自己電話號碼，或者睇你身邊朋友電話號碼有冇正我所講嘅一堆嘅組合喺度。如果有嘅話，唔緊要㗎，電話號碼可以改㗎嘛，咁咪去改咯。點樣改啊？過嚟上堂咪知道咯。過嚟上堂上乜嘢啊？上9天奇門數字能量學就可以學到啦。咁大家密切留意啦，嚟緊月尾7月尾咧就會開班㗎啦。咁到時見啦，拜拜。